是如此的高貴，是如此的美麗。我覺得在這個旗袍的背後，每個人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。每位佳麗身穿白色旗袍，在伸展台上走秀。為了推廣旗袍文化，2025年世界旗袍皇後國際大賽總決賽以無畏之光為主題，鼓勵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女性穿上具有東方美的旗袍，展現女性的自信和優雅。我們每一個人曾經都是爸爸、父母手中高高舉在頭上的公主，可是因為婚姻、因為家庭、因為事業，忘記了我們也是一個可人善待人妻的一個有皇冠的一個女性。我們選美大賽呢，我們選的是由心由內到外的一個美。這回有來自台灣、馬來西亞、日本、泰國、菲律賓、越南、新加坡等15個國家的佳麗齊聚台南。在總決賽登場之前，佳麗們更完成了為期6天5夜的專業培訓課程，內容涵蓋儀態訓練、舞台表現、美學修養與公益實踐等主題。這不僅是外在形象的磨練，更是一場心靈的淬煉，希望成為散播正能量的女性榜樣。自信、優雅、美麗，勇於挑戰台南的小吃還有文化，所以我覺得很棒。我的7個選手都覺得很開心。我帶了7個國家，不同的國家過來參賽。我們把這次的盛事帶來到我們的故鄉，然後當然是政府啦、各單位，然後包括我們的團隊，大家都很棒。我也擔任這個大會的大使，希望這個美和這個藝術都能夠結合在一起。走過歲月的歷練，奉獻給家庭的女性，選擇站上舞台乘風破浪，以優雅姿態與真誠笑容，角逐新一屆旗袍文化的最佳代言人。記者鄭懷談的報道。